暖暖十门课，咱来故事看万岁。庄脚囡仔用心话，咱的故事探万地。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课。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伫都市大汉的囡仔，可能真歹体会庄脚生活的趣味。不少人对三合院上怀念的代志，就是暗时摕伫顶斗的椅寮头顶纳凉，哪看天星，哪听大人开讲讲故，迄种满足甲自在，如今是千金嘛买袂着。今仔日的绘本故事第3集，咱要招空中好朋友斗阵进来，骂下囡仔讲的世界，搁再感受一摆三合院暗暝的滋味。夜晚，三合院的门窗洋溢着甜蜜灯光，月亮升上来，三合院像花儿一样低头睡着了。是谁这么晚了还不睡？悄悄地走在屋瓦上。暗暝，三合院的门窗充满甜蜜的灯光，月娘飞上天，三合院亲像花蕊，透咧咧空气啊！是啥人这么晚才入睡？面头尾行伫咧厝遐顶。落了半个月雨，总算停啊。暗顿拄食饱，隔壁五婆甲舅公两家伙仔同齐过来阿俊因兜开讲卫生，将人甲椅寮、椅头仔甲细底圆桌仔搬来大厅，桌仔顶面下煎甜粿、正番钱，还佫有吹土豆，大家一边食一边讲。对落雨讲到啥人因兜添丁，啥人因兜要起厝。阿舅啊，你敢有听讲成哥因兜迄块三角窗啊卖出去啊呢？有啦，是建设公司哦，规片买起来，要起有电梯的豪宅。豪宅？咱这种庄脚所在，啥人会来买豪宅？阿嬷讲，咱家就是豪宅。阿俊啊，真巧，拢会记你阿嬷讲的话。你看咱兜，要定有定，要风景有风景，想要食果子，手伸出去挽就有啊。倒一间豪宅会比一？是啊，你毋知迄市内人吼爱住现代式的楼仔厝，又搁烦恼食楼爬楼梯无方便。即马新起的楼厝，拢嘛有装电梯。厝内有电梯。食电一定足伤的，也是咱这种平价的正新户型厝较好。这是当然的喏，电梯就要搁定期保养咧。毋过，你有一寡事势吼，
为着坐回爸母啦，是有可能会买的。但是嘛是有可能是这投资客买去，后摆转手，则搁趁一条啊。厝价就是互这个投资客炒悬起哩的啦。以早一大片无人要滴的地，即马一平拢花到120万，又万啦。听到阿俊老爸话，黄婆惊一个险险老的孩。哈，一平120万哦，真是有人会买哦。这我都毋知啊。不离过学校带对面迄排遐咧起的厝已经卖了了呢。当初叫你甲迄块地买起来，你就无爱。以早都无想遐济啊。无要紧啦，旧啊租厝都住袂完啊，买地要创啥？当初伊准备要调转来时租厝的户量已经伤久无人住，阁害去啊！我烦恼伊无时间通整理，叫伊甲迄块地买起来，起一间2层楼的厝。谁知影伊一定要住租厝，害我着爱阁无闲缠呢，爱阁甲伊找人来修理，无规半冬的。阿俊的舅公伫几年前对北部调转来阿俊读的国小做教务主任。多谢阿姊啦，是讲我若无住租厝，会烦死规间厝害了了，死到你会阁较无用。是啦，好佳在旧啊转来住，还阁顺续整理阮4箍位仔的竹篮，也无阮的厝就互即片竹篮砍掉咧，哪有通遮尔清幽？黄婆讲了无毋对，这一大片的竹篮是规片的满竹甲几丛仔绿竹斗做伙。对于阿俊厝头前的田地，对三合院后壁拖去到黄婆因兜，爬过田花，直通阿嬷因兜的祖厝，也就是舅公即阵住的所在。有整理就水，旧厝嘛是共款。这几年袂少少年仔转来整理祖厝，改做咖啡厅、民宿。建设公司会来遮起厝，证明这搭才有发展。是讲着艰苦着少年人无钱通买厝，嘛毋敢结婚生囝。就是安尼。阿水若毋是因爸摕钱出来，互伊去越南娶新妇，到当凡世还阁是罗汉脚咧。你讲到这，即阵仔毋是一直落雨，四界冬糊糊。阿水因某挽一寡香菇来看会食得袂？阮新妇问伊香菇是倒位来的，伊讲是古亭旁边仔的茶房发出来。敢真正有摕来食？迄有毒呢？无啦。阮新妇叫伊紧等下甲。好佳在，佮知影要摕来问，无即声就废去啊！众人一面开讲卫生，一面食煎甜粿，话题不知不觉讲对气候变迁才来。讲到天气。即几冬天气实在是真奇怪，若毋是欠水，无就是落大雨。顶个月阁落冰工呢，真正是歹年冬哦。阿俊喙踢一块甜粿，哪食哪讲。迄是因为牛甲羊放足10月，就是极端气候，气才会遮尔奇怪啊。咱阿俊真巧，佮知影极端气候。我已经读2年啊佮再讲，我逐工拢甲阿爸做伙看新闻，新闻报讲牛甲羊放伤济屁，互太阳尘破健康，这就是极端气候。你讲牛甲羊放屁会影响天气哦？嘿啊，新闻是安尼报的。我活遮尔久，
都毋知影放屁嘛会影响天气呢。是啊，真正是安尼，无毋对啊。安尼要安怎？叫迄牛莫放屁咯。这当然嘛无法度，所以爱对饲牛饲羊的人扣重税。扣税哦，安尼肉毋是就爱搁起价啊？所以会当食素食上好。我爱食肉，阮阿阵啊爱食鸡腿啦。阮阿嬷爱食控肉。啊，阵啊，佫知影啥物啊？我知影阮婆厝里会猫咪生5只猫仔囝。哦，这你也知哦。要饲猫仔囝无？阮婆厝里猫仔上济啊啦。小黑无介意猫仔。吼，恁兜的小黑啥人拢无介意。我逐工来，伊竟然袂认识我，定定甲我吠，真正是戆狗。小黑毋是戆狗，伊是巧狗，因为猫咪会偷窃灶骹的菜，伊才会讨厌猫仔。对啦对啦，小黑顾家无戆啦。伫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广播剧还未演线，咱共款先插一个题目来考验大家对台湾俗语的了解有偌济。有一句俗语讲：“乞食身，皇帝命。”空中好朋友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也佮有这句俗语其实是甲一种动物有关系。空中好朋友敢约会着？偷偷甲大家暗示一下，这个动物无排伫咧12生肖内面哦。关系这个问题，说来去，咱就来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健老师为咱来解答。乞食身，皇帝命。饲鸟甲鸟饲，饲狗顾门庭。鸟甲狗，伊的功能无相共，态务嘛无共款。咱饲的狗，伊是咧住伫厝的外口咧走眠，所以伊伫草埔仔骹温一个收，罔温安尼尔。若鸟啊呢，讲起来就甲高级无共哦。鸟啊，伊不但住内底，伊佫会用跳起你甲厝顶伫厝顶散步伊行踏的姿势。散散啊，行踏的姿势较优雅若讲狗要对猫讲爬去你厝顶呢，人一句俗语讲，狗爬厝顶会火烧厝随时就甲狗降落来所以讲猫讲起来是较互人咧听性的。猫住伫迄个厝内底真正自由伊袂讲甲绑一条绳扭咧，伊逐间巡逐间困。有时去眠床顶困网搭，温伫遐困的时呢，就若亲像讲皇帝咧穿龙袍，所以人就甲警惕讲，猫是乞食身，皇帝命。即句乞食身，皇帝命，即句俗语话传落来到现代，表达的意思是咧讲，有的人呢，收入趁钱都无偌济鸡喙剁米，牛骹床放屎。趁钱趁少少开销真济，月趁月开都无够毋过伊真敢死，真敢享受，伊食穿用拢真正讲究，开钱乌白拍喷不是呢，就欠一身躯债务，这种人就会互人踢笑讲伊是乞食身，皇帝喙，食要做皇帝，还是讲伊是乞食身，皇帝命啦。
节目上来去，继续等来咱今仔日的广播剧。阿珍坐伫妈妈边仔的椅头啊，头倚伫妈妈的骹腿，听大人讲话。雨落过的风，足凉足爽快，吹甲互人目睭皮变甲足重足重。黄婆讲的话，甲阿兄讲的话，一字一字背起来，背甲足远足远。是啥物声？阿珍互即个清脆的声音惊醒，发现家己倒伫眠床顶，四岁小妹摕伫边仔困甲长芳。原本阿兄咧困的位煞空空。啥物声？厝顶，谁伫厝顶？敢是阿兄？阿珍爬起来，趴伫窗仔边，仰头看顶悬，敢若看到目睭睭的顶篮摇啊摇，竹叶啊哗哗叫。阿兄，你伫厝顶哦？阿珍摇耳咧喊，厝后一丛莲雾甲一丛山影，阿兄定定爬去咧厝顶挽果子。阿兄无应声，山传来猫咪的叫声。猫咪，有猫咪，阮兜有老黑、大黑、小黑，无猫咪呢。附近的猫咪拢惊阿珍因兜迄三只乌狗，无半只猫敢换近。是啥人伫厝顶咧？拄则婆毋是讲因兜的猫仔伤济，敢会是阿兄婆婆因兜的猫仔囝来厝顶饲？想到这，阿珍赶紧落眠床，穿伊心爱的衬拖仔，走对外口。阿珍拍开门，大厅光死死，涂口一个乌乌长长的影。阿珍举头，一粒足大足大的月娘，家家睡伫厝顶。乌乌的影是一只足大足大的猫，亲像拿宝石的目睭，三尾三尾咧甲上。猫仔尾缩来缩去，拄则阿珍听到的声音，就是伊的尾溜拍着厝遐的声。喵！阿珍学猫咪叫。身躯哪像互什物物件颠掉咧？规个人互人害去咧厝顶，落伫乌厝遐顶面。月娘足低足低，手伸出去都摸会着。有够大月娘！阿珍挡袂牢，伸手摸月娘。白糖人呢？边仔的猫咪听到阿珍大声咧叫。袂输咧甲阿珍讲，月娘本正都袂疼人。揽起来就舒适。阿珍揽月娘，软软阁有芳芳的气味。月娘的气味，甲妈妈足像呢。你拢知影着无？我想要逐工揽月娘。就嫩就舒适耶！猫咪的叫声愈来愈闹热，阿珍挖头一个看，毋知当时厝顶来一堆猫啊，大的、细、乌的、白、灰，拢徛起来对月娘喵喵叫。哇，哪会一下就9点啊？我要转来去困哦。无，行较慢咧。我嘛要过时啊。舅公顺行呢。你紧甲阿珍抱起来，伊甲我的脚底甲拢麻去啊！
哦，南遮暗，困去啊，搁知影要揽遮暗，真正吼是去互伊拍败呢。还佫会喵咧，咧眠梦哦，一定是一个真趣味的梦吼。应该是啦。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暗时的三合院》是由吴静峰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静，台语版叶怡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舅公林瑞坤演出，阿嬷陈雅芬演出，五婆林秋霞演出，哥哥阿俊陈义如演出。妹妹阿丁、阮彩莹演出，爸爸纪品志演出，妈妈王雅玲演出。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住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空中好朋友，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问卷，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第2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0月31号，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问卷抽绘本。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fm899.com.tw。若是记袂起来，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你看咧，真冷爽，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烟闪闪，五树山高红的hen，金石脚月娘出遐顶。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